后来目前阁留伫武汉的台商原先传出讲，上紧因暗就会当转来台湾，也毋过海基会讲，这个航班的时间要咧调。武汉台商协会会长嘛讲，这时间也未确认，但是已经伫各区开放予台商来登记。这批为武汉再转来台湾的台商，要甲因安置伫啥物所在咧？台北市长郭文摕讲了去闹交去，甲其中一个地点共透露出来，卫福部真无欢喜，点名讲要甲郭市长罚款。结果郭市长阁甲呛转去，讲这毋是机密，要求资讯都要公开透明。很开心，我们只要是能回台湾，隔离1个月都没有关系。天如伫中国武汉的台商透过私信，针对包机回台湾表达感谢，传出上紧初3暗就会当到台湾。本来想争取是今天，本来是今天要走，但是目前呢没有最后的结果出来，在联系沟通当中，等到有确认之后呢，会再向外界说明。什么时阵启动，无人敢保证。不过事前准备爱先做好。包机回台 SOP 第一批大约是200外的人先回台，全部的人拢必须要穿隔离衣、戴帽啊，挂N95的喙烟，避免有人已经感染到肺炎所造成感染。到台湾了后，会协调一条丰富专用通道，直接送往指定的隔离场所，接受检疫隔离14天。上调隔离地点传出北中南，选出5个地点，其中一个地点台北市长郭文德突然间刷光老嘴。你说用什么军营？他用军营？不是吧？我们台北市分到的是。就算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弹，卫福部长陈时中嘛直接点名要开放。郭文德过一天啊，态度又完全硬到。公开透明，就是说，与其在那遮多延长，不如就是我没有讲太多嘛。如果陈时中要讲说要怎么划不划，那你就先跟我讲，什么是我可以讲的，什么是我不能讲的。其实甲中国同款，处处拢温暖。郭文德表示讲，这不是机密，要求资讯公开透明。